嘉义布袋湿地生态园区是国际级的重要生态湿地。最近公园佮规划生态环境教育空间，而且佮打造唔免用千里镜，就当看到大鸟的亮灯啊！串联云嘉南沿海景点，大家咧过年行村，麦当去唠唠咧。在这里的时候，就是从12月，然后一直到1、2月这一段时间，都会是非常好的一个赏鸟的时候。可是鸟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。带队老师向囡仔来了解湿地动物生态，嘉义县布袋湿地公园重新打造看岛鸟的所在。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，这个看岛鸟的所在，未来实地镜头将秀华岛鸟的即时影像投影入去室内，可以细细的看得到那个鸟它的动作啊，在觅食或者在戏水，很有趣哦。我们是会建置一个大萤幕，就是后续会有摄影机，它拍摄到里面的候鸟之后，会直接显影在我们的那个萤幕上面。那萤幕上面它会直接去侦测说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鸟类，它上面会有中文字幕会出来。除了有看岛鸟甲学习环境教育的湿地公园，云嘉南风管处也推广在地产业，用布袋洲南盐场的盐甲管大的教堂的咖啡，研发出盐花口味的咖啡，要让民众除了认捌布袋自然的生态，嘛会当感受在地的气味。那盐花它本身还有回甘的功能，就是一个口感，所以在喝的时候再搭配底下的咖啡因，你就会大大降低了咖啡的苦涩之外，可是你那个香味是会保留住的。旧年过年期间，云嘉南风管处为嘉义布袋一直到台南的北门，拢有安排真侪活动，毋但有在地物产研发的食食，阁有设置真侪体验活动，要互过年期间来遮耍的民众认捌云嘉南沿海特殊的观光文化。结合在地的一些创意料理还有市集这样的方式来呈现，那希望能够把云嘉南多元的物产这样子来呈现给大家，让大家会更了解云嘉南，然后来这边旅游。云嘉南风管处表示，伫第17线顶面的布袋湿地公园，新湾到观测岛鸟的顶仔，伫20公尺的范围，就当看到波轮顶面的岛鸟，是全国上近的距离。过年期间是看岛鸟上好的时间，欢迎民众亲身来体验这丰富的自然生态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